过年之前，我会帮高薪的老人去摒扫厝。这会晓讲台语，甲袂晓讲台语啊，差足济啊！迄袂晓讲台语的志工啊，咧甲阿嬷开讲，讲，阿嬷甲讲，阮囝已经走啊。少年志工甲讲，啊，恁囝是走去佗？我听我做哪个的啊？我随跳出来，要甲话题牵走啊！还好，我是韦德，我即马是一个台语的推广者。为什么我要推广台语？有一届我去高雄的林雅国中去做交流，我问台下的学生，啊，恁国中名要安怎讲？遐个国中生竟然甲我讲，恁娘国中。我讲，即摆台语读比甲安尼啊，我足烦恼的啊，所以我决心要来推广台语，佮来分享一个故事哦。我拢有咧做志工，过年之前我会帮孤身的老人去摒扫厝。这会晓讲台语，甲袂晓讲台语啊，差足济啊！迄袂晓讲台语的志工啊，咧甲阿嬷开讲，讲，阿嬷甲讲，阮囝已经走啊。少年志工甲讲，啊，恁囝是走去佗？我听我做哪个的啊？我随跳出来，要甲话题牵走啊！我讲阿嬷，你才有一个狗人啊，你是个狗的。阿嬷嘛走啊！少年志工去跳出来。啊，因两个是去走邪教哦。各位啊，迄阿嬷拢雄拢跑出来啊！我讲阿嬷，你莫哭啊！阿嬷，好啊，啊无你甲狗人啊搬去3楼。迄少年志工一个冒起来，讲阿嬷，啊迄楼梯伫对啊，你先走互我看啊。阿嬷讲走你的头啦，错路啦。啊，咧行楼梯的时阵，就知影伊的骹头无好，阮就决定要包一个红包，互伊去买。保养品，迄少年志工就讲：阿嬷，这互你去食药啊啦，唔免买食，你家己食。唔是啦，阿嬷你莫客气啦，这药啊吼食落走敢飞咧。少年的，你讲话就好好，你他看起来讲话遮走精啊。我讲阿嬷唔是啦，阮包1点仔钱尔，买无介侪保养品啊，你袂食介久啊。阿嬷讲，你若搁安尼，我就互你看囡仔今晚要走马灯。各位，所以安尼甲台语一点一滴的刻转来，甲台语慢慢仔讲就好。啊无，俺着摒扫一间阿嬷，啊着老死摒扫一间厝，啊着老死一个阿嬷，安尼对阿嬷毋是伤讨债。所以最后大家，我若俺甲台语讲转来，恁讲好唔好？谢谢大家，我是韦德。哦，我是韦德。我今仔嘛咧来分享我人生的故事。大家拢要安尼就对啊啦。我知影阮某有心的辛苦，因为吼，伊有心的时阵，逐工爱伫大腿注一支车。注车的目的是要甲腹肚内囡仔保掉的。伊要注第一支车的时阵。唔敢叫我来，伊讲我会惊，我讲你会惊，我搁较惊，我这体格好看尔呢。哎哟，唔是啦，这若煮无好吼，我会疼啦。哦，你会疼，好，我来。为囡仔生落来，拢总爱煮200支车，拄到第60支的时阵啊，2支脚已经乌青眼火，我足唔甘的。我带伊去外口食饭补身体，拄着阮朋友，我甲阮朋友操蛋。伫厝我教做的，我要困外口我就困外口，恁唔信哦？来，阮某来，2支脚乌青眼火，看到无？我拍，拢我拍。阮某听了去上便所，10分钟了后，警察来，讲我拍某，甲我掠走。我某出来看无我，走去派出所要甲我报啊！警察甲问：你这乌青，恁安甲你拍的？唔是啊，是伊摕针甲我堵的啊！为当时开始的，为我有心的第一天，伊讲要注甲囡仔出事啊！安尼你搁要来甲报？唔是啊，
打电话报警的是我要互伊知影，谁人才是真正的教做的。哎呦喂啊！今仔讲到这，感谢我是伟德。我是不知悔，顶礼拜比赛完了后，顺哥有甲我指导啦，伊叫我放较松的啦，伊讲我伤红啦。顺哥，你是全世界第一个嫌我伤红的查甫人啦。人比赛比啊到即马上后尾一摆吼，我心内是充满满的袂爽啦！一冬啊咧，人一摆潜规则都唔捌发生过啦！内底遮尼侪查甫明星咧，不过加在宪哥你有来哦，宪哥对我有意思哦，宪哥我知影啦，你最近甲你第4个查某囝切啊嘛，你有想要第5个查某囝无？真侪人拢讲我甲贤弟两个敢若相似啊呢。大王请赐食。宪哥，姐姐，嗨，爸爸，一家团圆啦！呸！其实我本来是一个科技公司的女主管啦为着我的梦想我煞来练翠花啦你知影我啥物工课都接，倒位我都去呢。我这个打拼的故事商业周刊甲我报道呢。你看，相片这么大张啦，我妈妈看目屎流，目屎滴讲，你滚来甲我穿我底啊内裤拢互人看了哎呦妈，我咧拼命呢，你今仔你管我的内裤唔是啦，袂啦，我甲你敢保证，内裤袂互人看到啦，因为我根本就无穿啦。我即马拢穿一个啦，包大人啦，因为我不时会想着啦。恁遮后壁讲较紧的无我会袂赴换啦，多谢大家，我是不知悔，谢谢。还好，我是陈派面。伫咧台湾啊，若是囡仔着惊，半暝会哭、黑白花，爸爸妈妈拢会带因去用收惊。收惊嘛算是咱台湾一项上特别欺负囡仔的方式。唔知大家拢有发现无？迄收惊的所在拢是伫咧巷仔内底的家厝啊。恁敢有想过是安怎吗？为什么？因为伫咧巷仔内底欺负囡仔，较无人知啦。若负责收惊的百面拢是一个阿婆，伊拢摕3张香一支喙安尼哭哭念。我大概拢足斟足要甲听看卖，到底是咧念啥物？毋过我拢听无所以我目睭就豆豆起落来。我妈阁叫是讲迄个阿嬷真牛伊哪收我哪乖。其实是因为伊的迄香熏到我目睭爬袂紧，好无？结果阿婆我落目睭毋是，等下，大家拢莫紧张，我嘛莫紧张。结果阿婆忽然间砰！我惊一个目睭紧拍开，想讲阿婆是心脏病发作倒咧涂骹。好佳在伊规人好好阁徛伫咧遐，就看伊手摕一碗水。我想讲，你念遮久，可能嘛是会喙焦，伊就啉一大喙，全部拢呸伫咧我的面。我才知影，伊迄碗是酒，毋是水呢。阿婆，你甲我惊一个呢？我只是一个囡仔，你竟然互我食酒吗？了后我就回头看阮妈妈，阮妈妈搁伫遐双手安尼，拢袂讲话，亲像我是伊外口抱来的囝。搁较厉害的是阿婆毋知当时去摕一个纸人，伊就叫我甲迄个纸人安尼。我吓到一半的时阵，阿婆会阁全部甲酒拢配伫迄个纸人身上，我就看纸人身躯顶的迄酒一直滴，甲我的面同款，我就感觉我参迄个纸人是这个世间中上可怜的2个人。然后阿婆毋知当时去摕一把米，怎啊凶凶就牵伫我的面，有够疼的呢！阿婆，我面顶的酒拢还袂干呢，迄米拢黏伫我的面呢。阿婆阁甲我交代讲爱转去厝才会当甲切掉。然后阿婆就甲迄个纸人摕去化掉我足想要甲迄个纸人交换的。假使大家若是毋捌去收惊过欢迎大家去体验看卖，保证你收回去，大家人拢真舒适。这就是咱台湾的特色，多谢大家。